次高年級嘅台中早晨活動。咁今日咧好高興咧，我哋有4位老師係啦，就會咧同大家咧係有啲分享嘅，分別咧就係陳子安老師啦、郭柏文老師、葉學明老師同埋陳浩陽老師。我請3位，我請4位啊。唔該，陳伯。係咁啊。好，咁咧歡迎大家嚟到台中早晨啦。咁咧首先由我開始講一講關於其實今日咧我哋嘅 topic 係同中文有關嘅，咁梗係講讀中文嘅心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阿 Sir 以前咧中文咧都唔係好好嘅啫。咁咧但係咧我讀中文咧嘅興趣由咩開始咧？睇書咁辛苦咁多字啦，咁所以我係由睇老夫子漫畫開始嘅。因為老夫子漫畫好多四字詞語，久而久之咧，我寫作咧自然咧識用咗呢啲嘅四字詞語啦，去寫好啲中文啦，咁連閱讀理解都順利咁樣上升咗啦。好，大家好，我係葉學明老師啦。咁咧今日分享都係點樣去學好啲中文啦。咁我記得我最差嘅中文嘅內容咧就係去寫作。咁點樣提升呢個寫作嘅技巧咧？咁一開頭我作文嘅時候咧，見到題目咧就係咁寫到600零字咁就收工，咁就唔做噶啦。但係唔合格㗎嘛咁樣，咁點樣可以提升到，又可以組織到自己要寫嘅嘢咧？咁就係一定要寫大綱，每一段我要諗好一個題目，要寫啲乜嘢，跟住個 step 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咧，咁個中文嘅能力咧，你表達出嚟嘅嘢咧就唔會亂啦，咁就可以好有層次咁樣逐步緊扣到個題目，咁你嘅作文嘅能力咧就會提升啦。咁亦都可以睇多啲書嘅，睇書有助你用多啲嘅詞彙啦，點樣去表達你嘅意思啦，其實全部都可以由睇書啊慢慢去建構翻嚟嘅。咁所以都鼓勵大家可以睇多啲你有興趣嘅課外書，或者一啲嘅甚至由公仔多啲漫畫書開始起都得嘅。OK， 咁最緊要就係建立大家嘅閱讀嘅興趣，咁就可以提高作文嘅能力㗎啦。交翻個時間俾陳子康老師。好，多謝葉 Sir 學 Sir。你見到啦，咁咧邀請咗2位嘅唔係中文科嘅老師咧，去同大家分享下中文嘅心得，尤其是係寫作方面嘅心得。咁大家都心水清咧，都應該估到啦。咁我哋今日呢個主題咧，就同寫作有關嘅。咁咧，你見到咧，熒光幕咧，暫時見唔到住。而家見到啦。咁咧，大家應該都印象深刻啦。喺上一個學年嘅復活節假前後啦，咁我哋全校咧都參加咗2代程嘅徵文比賽嘅。咁咧結果咧都啱啱出爐啦。咁咧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頒獎儀式。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好高興邀請到陳副校長啦，為得獎嘅同學仔頒獎嘅。咁咧喺呢一次喺上一屆嘅2代程徵文比賽入面啦，全港咧總共係有12000份嘅參賽作品嘅。咁咧參與嘅學校咧係超過300間嘅。但係咧能夠喺入面攞到優異獎嘅名額咧係只有300人嘅啫。咁所以咧能夠喺呢一個咁多人參與嘅比賽入面攞到獎咧，實在係殊不簡單嘅。咁咧以下咧就係有我哋學校咧喺上一年咧有11位嘅初中同學咧係獲得優異獎嘅。咁咧好高興邀請到陳副學啦為同學仔頒獎。咁我咧就邀請咗林君、鄔艷晴同埋李璇希代表初中嘅同學仔接受獎項嘅。咁你識陳副校羅寶啦，咁接下來咧就係高中組嘅同學啦。咁咧高中咧上一年嘅高中有17位嘅同學仔係獲得優異獎嘅。咁以下咧就係得獎名單，咁都係啦，邀請咗咧陳副校為高中組嘅同學頒獎，有請莫慧晴、鄭子晴同埋黃海輝代表高中嘅同學接受獎項。
頭先講過啦，能夠喺咁多份參賽作品入面咧獲得優異獎咧，咁證明佢哋嘅作品咧都係有過人之處嘅。咁所以咧喺藉住今日嘅機會啦，都特登邀請咗得獎嘅同學仔去分享下佢哋嘅作文，去借住呢個平台同大家分享下佢喺創作呢篇嘅文章嘅時候嘅一啲嘅心得啊，或者係一啲嘅創作嘅經歷。咁咧第一位同學仔嘅作品咧，佢咧就係講緊佢關於佢父母喺花樣年華時候嘅青春戀愛故事嘅。嗱，聽到個名咧，大家都可能好想知道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邀請到林君同學，科師嘅林君同學咧，係同大家分享下嘅。大家好啦，咁我喺我嗰篇嘅文章裏面咧，係講解我父母嘅相識同埋佢哋嘅愛情。咁我嘅父母咧係喺大學時代相識嘅，佢哋因為有共同嘅愛好，所以成為咗無話不談嘅朋友。但係到咗畢業嘅時候，佢哋因為有住唔同嘅夢想同埋興趣，就只好各奔前程。喺火車站分別嘅時候，佢哋仲答應對方要喺幾年之後喺各自嘅領域有所成就，之後就步入婚姻嘅殿堂。咁而喺嗰個網絡唔發達嘅年代，佢哋就只可以靠每一封嘅書信表達對對方嘅思念同埋關心。隨住時間嘅流逝，佢哋都有咗自己嘅家庭，所以就將呢一份嘅青春埋藏喺心裏面。父母嘅花樣年華令我明白咗，因為父母嘅愛足夠深沉，所以佢哋嘅距離相隔千里，都冇辦法摧殘佢哋之間嘅愛情。而佢哋都教識咗我愛同埋被愛嘅真諦。無論未來如何，我都想用真摯嘅愛同埋堅定嘅信念，綻放出自己嘅花樣年華。多謝大家。多謝林君。咁另一位同學咧嘅作品咧就都係關於媽媽嘅。咁咧古語有云啦，女為悅己者容，意思即係話女性會為中意自己嘅人咧打扮嘅。但係接住落嚟呢一位同學嘅作品咧，就寫佢媽媽咧係為咗一個佢喜歡嘅人，同時都係喜歡佢嘅人咧，而犧牲咗自己嘅容顏，犧牲咗自己嘅樣貌嘅。咁我哋而家邀請科師嘅鄔艷晴同學去分享下佢嘅作品。深刻都記得佢同我講，佢細個嗰陣會同朋友一齊去玩跳皮筋，無憂無慮咁樣。當佢同佢呢啲往事嗰陣，佢嘅眼睛好似發緊光一樣。但當佢長大成人，成立家庭，融入咗之後，呢啲事情都令佢唔再青春。佢時時鼓勵我，使我不再為前路迷茫。但佢依家會為咗仰望我嘆息。也許是因為那份已經成為咗回憶嘅舊時光，而我卻唔可以為佢做什麼，所以我將呢個故事寫成咗呢篇作文，借此歌頌母親嘅偉大同佢無私嘅愛。多謝。好，多謝鄔艷晴同學嘅分享。咁咧頭先兩位同學仔都係寫佢哋嘅父母嘅，咁但係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對我哋好嘅人，除咗係父母之外，有啲可能就算同我哋冇血緣關係，唔係我哋嘅親人，亦都唔係我哋嘅父母，但佢哋仍然係會無條件咁為我哋好，為我哋付出。接下落嚟，我特登邀請咗科師嘅李璇希同學去分享下關於佢同佢鄰居之間嘅故事。有請李璇希。大家好，呢篇文係通過咗人物黃婆婆對我嘅照顧。佢喺我細個嗰陣一直都陪伴住我，我係從呢一方面開啟下文。咁黃婆婆呢個人物係因為我細個嗰陣有位婆婆對我好好，所以我係藉著之前嗰位婆婆寫嘅文章入邊嘅黃婆婆。呢篇文我主要係想帶出人與人之間嘅感情係通過咗我哋之間嘅相處，會漸漸成為屋企人般嘅關係。反思現今社會嘅人際關係被忽略，我都想藉此呢篇文想講，人與人嘅相處都建立喺互相信任同埋尊重嘅基礎上。多謝大家。
下落嚟咧就係高中組同學嘅作品啦。咁接下嚟嘅呢一位同學咧，佢嘅爺爺就喺櫃桶入面咧收埋咗一啲嘅秘密。咁咧出於好奇心，呢位同學咧就嘗試去打開爺爺嗰個上鎖嘅抽屜。當佢打開咗呢個抽屜之後咧，入面嘅內容咧令到佢有好深嘅反思。咁到底係關於咩嘅咧？咁我哋邀請咗 Five Boy 嘅莫慧晴同學去做一個分享。最初我見到呢個題目嗰陣，我實在唔知點樣下筆，因為抽屜入面放嘅啲平常之物實在唔值得一提。反而我知道爺爺生前嘅書房有一個抽屜，仲特為上表鎖，因此我便忽發奇想，嘗試打開爺爺嗰個神秘嘅抽屜，既可以為此寫作題材，亦都可以教我多年迷思。由於我嘅爺爺好中意郵票，因此我一直以為爺爺珍藏喺抽屜裏嘅係郵票，但打開先發現抽屜裏除咗郵票，仲有一張我哋一家嘅合照。嗰啲瞬間，我本身已經就嚟唔記得咗，但係見到合照之後，各種與爺爺等愉快嘅生活片段便湧上心頭。喺打開抽屜嗰陣之前，我認為爺爺係一個脾氣差又囉嗦嘅人，所以我長大後有意地疏遠佢。諗唔到佢係一直喺背地將我哋嘅回憶好好珍藏，佢一定係因為我嘅疏遠而感到孤獨。可惜我現在已經冇機會再去關心佢，所以我希望透過呢篇文章好好銘記呢件事，好好記錄爺爺嗰個跨年代嘅愛，並告訴大家愛要及時，不要留下遺憾。多謝。好，多謝莫慧晴同學。咁接下來呢位同學嘅作品咧，都係同爺爺有關嘅。咁佢爺爺就係一個上鎖嘅抽屜入面咧，放咗一隻懷錶同埋一封信。到底係關於咩嘅咧？咁我哋有請 Five Star 班嘅鄭子晴同學同大家分享下嗰篇文章嘅創作心得。有請鄭子晴同學。當初我見到呢個題目嘅時候，我深有感受，因為我間房都有一個抽屜，佢係專門放我嘅珍藏物品，佢有我同我啲 friend 嘅合照同埋我啲 friend 送俾我嘅禮物，每一樣都好有意義，都好值得寫一篇文嚟銘記。我為咗呼應呢個比賽嘅題目，我就用咗我爺爺留俾我嘅遺物嚟做題材。爺爺之前係內地做老師，後來佢差唔多，即係我差唔多出世嘅時候，佢就因為一場地震，為咗救自己嘅學生而身受重傷。但係佢為咗見證我平安出世，而一直喺醫院咁樣撐住，直到睇到我平安降世先離開。雖然我幾乎冇同爺爺相處過，但係喺我屋企人嘅描述，我爺爺留咗一封信同埋一隻錶俾我，我喺嗰度可以深刻咁感受到爺爺對我嘅愛，而且呢個係隔咗兩代情嘅錶同埋信，然之後都放咗喺個櫃桶度，珍而重之咁樣鎖喺我心入邊，陪伴我踏入未來。多謝鄭子晴同學。咁咧，我哋聽咗咁多溫馨嘅故事之後咧，我哋將個畫風轉一轉，聽翻啲比較緊張刺激嘅故事。嗱，九龍寨城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咁接下來，黃海輝同學咧，佢就以九龍寨城作為題材嘅。咁到底係關於咩嘅咧？咁有請 Five C 班嘅黃海輝同學。呢篇文咧，其實點解我會作佢先啦？講真，因為咧，咁佢呢篇文我作嗰陣時候咧，係老豆，因為成日經常分享佢嗰年代嘅事情啦。咁喺70、80年代，咁當時香港都係黑社會嚴重啦，咁治安環境比較惡劣啦，個環境入邊啦。咁成日聽到老豆分享佢啲嘅童年故事啦。咁另外咧喺作文嘅上面咧，都係加入咗好多一啲嘅即係佢老豆年代嗰個風情啦，同埋嗰個文化。咁嗰篇文咧，首先係講緊就係話我發咗個夢，咁跟住就去翻九龍幼時嘅九龍寨城，咁遇見咗好多啲嘅不法分子啦，咁甚至俾佢拎住把刀咧去追殺啦。
咁啊，但係後期咧，咁啊就有一個叫做陳生嘅人士啦，咁啊救咗我啦。咁亦都係佢我坐喺入邊啦，咁啊佢亦都係整咗杯奶茶俾我飲。咁其實嗰杯奶茶啦，咁啊個味道係好好嘅，咁啊同埋同埋咧都係即係都俾我一啲嘅將我從緊張嘅情緒裏邊拉翻去一種比較和平啲或者平淡啲嘅情緒當中啦。咁其後啦，咁啊翻返去咁啊隨後就翻返去現實中啦。咁啊雖然呢個故事咧其實都好簡短，亦都係即係都係一個夢境入邊嘅故事啦。咁但係其實我想帶出嘅係嗰陳生其實係我老豆嚟嘅，因為我係將陳生呢個角色代入翻我老豆，因為佢每日咧整咗杯奶茶啦，朝頭早咁都係俾佢飲啦。咁佢杯奶茶其實真係好好飲嘅，因為我每次當有壓力啊功課嘅時候咧，都係佢每次都會整一杯奶茶，咁啊飲落去咧，咁啊精神咧就煥發翻啦。咁啊係咯，就分享咁多。多謝黃發生嘅嗱，相信咧頭先個匯報嘅時間咁有限啦，可能同學仔都未嚟得切睇上面簡報上嘅文章嘅內容咧，就已經整去到下一頁啦咁樣。咁如果你想重溫呢啲嘅作品咧，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學校嘅網站。咁我稍後咧會將呢啲嘅作品嘅內容啦，係放上學校嘅網站度嘅。同學仔咧都可以喺空閒嘅時候啦，上去網站度咧去欣賞下同學仔嘅精彩嘅作品嘅。咁最後啦，陳浩陽老師咧都有啲關於寫作嘅心得啦，同埋佢嘅見解，想同大家去做一個少少嘅分享嘅。有請陳 Sir。係咁多位早晨啊！咁係啦，咁其實講下關於寫作上面嘅心得啦。即係其實咧，無非咧寫作咧都係兩樣嘢嘅啫，輸入同埋輸出。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點樣輸入法咧？閱讀啊、睇書啊嗰啲，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講好多㗎。咁你推介啲咩書咧？你私底下揾我啦，我好多作者推介俾你睇。咁我呢個咧唔花太多時間。講多少少咧關於觀察嘅呢一樣嘢。就係咧，有時候大家咧生活喺呢一個空間入邊咧，可能過每一日咧都係渾渾噩噩，唔知點解咁咧就過咗去。咁其實咧咁樣係好影響你寫作嘅，因為咧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個片段咧，其實都係我哋寫作嗰啲語料嚟。咁當我哋語料一累積到咧，其實我哋先至有辦法去寫到嘢。如果我哋冇累積咧，其實係冇辦法寫得出任何嘢。咁所以其實我哋每日嘅生活咧係要好用力去生活先得嘅。即係你嘅眼 ，OK， 你點樣觀察到你四周圍發生嘅事，甚至乎發生喺你身上面嘅事，你又係點樣去留意佢，點樣記入去腦入邊咧？咁所以如果我哋嘅生活嘅時候都係渾渾噩噩嘅話咧，你冇留意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咧，其實你根本冇可能累積到任何嘅語料咧，去成為你寫作嘅養分。咁樣嘅話，其實最終你係乜嘢都寫唔到出嚟。咁所以其實寫作急唔嚟。我會用4個字嚟形容啦。當年黃良和老師都咁樣同我講㗎啦，厚積薄發。你要累積好多，其實你先至可以寫得出好少、好輕微、好細微嘅嘢咁樣。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喺寫作嘅路上面咧，都多啲嘗試去觀察下呢個世界啦，多啲閱讀下啦，咁然後累積下自己寫作嘅語料啦，咁去方便或者去令到自己嘅寫作上面有提升。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有時候大家好着重技巧上面嘅操作，其實你用技巧推一篇文出嚟咧唔難，咁但係你要一篇真情實感嘅文章咧就好難。即係王國維都會講咧，就係話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咁當然我哋而家唔係講詞啦，咁但係其實文學作品嚟講本身情感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個赤子之心咧，亦都係重要。與其你哋成篇文章咧，好多好花俏啊、好刀斧狠啊、好厲害嘅嗰啲功架擠喺入邊，但係即係一個空殼咧，入邊係冇內容嘅話咧，與其係咁，我希望大家可能你寫嘅係用啲質樸嘅文字、簡單嘅文字，但係灌注咗你嘅感情，用你嘅赤子之心去寫呢篇文章。咁只有情感嘅文章咧，先至可以真正打動到人同埋流傳萬世。咁所以希望大家可能喺寫作呢方面都有嘗試下啦，咁聽下我呢啲意見，試下再寫下，睇下會唔會有啲咩進步啦。咁如果你對於寫作有任何嘅想知多啲嘅，咁你可以隨時嚟揾我嘅。我好吹水佬嚟嘅，所以咧你揾我咧，我一定可以同你講好耐都得嘅。咁我師傅咁有興趣就揾我啦。咁我今日嘅關於呢個寫作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唔該晒。交俾校長。
謝晒幾位老師啦，同埋幾位同學嘅分享啦。咁今日我哋嘅台中早晨活動咧就告一個段落啦。咁同學可以預備咧係返回課室。